大家好，我是小雷。双减究竟有没有用？今天我在小区里遇到了一位我的粉丝，70多岁的奶奶，她向我吐苦水，说自从双减之后啊，她孙女的补习费不降反增，说他们之前补课啊，寒暑假都是大几千，结果现在都要破万。原因在哪里啊？因为那些机构都倒闭了，老师没办法上大课。原来大课的话，一节课100、150，结果现在都要请到家里来，私人家教补一门语文就是300。所以这个奶奶跟我说，双减根本就没有用，父母压力更大了，因为支出更多了，孩子呢学得更累了，感觉叫双加更为贴切。那么话要说回来了，双减究竟是减在了谁的头上呢？我个人觉得，只要中考和高考还存在一天，那么所谓的双减啊，你3减、4减、5减都是徒劳无用。最搞笑的是，这个奶奶和我说，她去接孩子的时候，学校经常会发那种表格问卷让大家来填。您对双减是否满意？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所有家长都是写的满意，必须满意啊！我敢不满意吗？但那是在学校里，现在出来了，我们可以诉诉苦水。我现在还没有小孩，但是我希望以后我的孩子能够真正的快乐学习。现在的小孩真的感觉学得太累了。